嘿，也是要请迄个吴医师嘛讲一个话安尼。啊，哦，龙江兄讲一个话，敢袂？五早，大家五早，欢迎。嘿，今仔来参加应该知影，拢捌吴医师啦吼。吴医师的笔名是陈雷啦吼。迄个若是毋知是迄个台语的第一本，嘛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本大河小说《乡树补记》的迄个作者啦吼。啊，写非常侪作品，是战后上早开始写台语小说的迄个作者安尼吼。啊。所以这是即马住伫加拿大吼。啊，这吴医师嘿。多谢多谢。嘿，好。啊，迄个秀班姐，你有要讲话无？呃，我小可补充一下吼，因为秀基老师吼，伊出版足侪迄个囡仔册嘛吼，啊，伊为着即边的演讲，伊足认真啦吼，啊，伊嘛准备足侪遍，啊，教阮练习足侪遍，啊，结果第一遍练习的时阵，就发现着因兜的网络吼。是网络，毋是网络。我即马知影讲网络是网仔爱飞的咯吼。因兜的网络有问题，所以伊袂当 share 伊的迄个 PPT，所以吼，伊去找一个朋友帮忙。啊，阮嘛有练习，啊，阮练习的其中吼，阮就有录影啦。啊，所以伊今仔日伊决定讲吼，啊，着放录影。啊，但是伊今仔日嘛拢来伫现场，伊随时会当补充。嘿，我简单讲到遮，嘿，佮交互信涵老师，嘿。吼，秀班姐啊吼，伊是迄个台湾通讯啦吼，就是台湾通讯早期台湾通讯的迄个总编辑的迄个编辑群，迄个是种真重要的角色啦吼。啊，即马嘛是住伫加拿大呢吼。啊，这拢长期做台语运动的。哦啊，梁光兄，你有要甲大家说hello一下无？大家好早，我是陈龙光，我即马住伫洛杉矶，有来洛杉矶，来阮遮佚佗，来遮访地，梁光兄就是即个线顶论坛的论坛的即个发起者啦吼。啊，伊伫洛杉矶，啊是即几十年来啦吼，真正是为着台语文运动啊吼，真正是出足侪出钱出力出人安尼吼。就非常拍拼呢吼。啊，上早台湾通讯就是伫梁光兄迄边的啦吼，洛杉矶安尼吼。好，安尼吼，我看咱着等下要请秀基姐开始，秀基老师开始讲伊的发表啦吼，发表伊的主题。啊，但是伫进前啊，我先甲大家说明一下，迎合咱进行的方式啦吼。咱等下啊吼，大概会请秀基老师先一站啦，25分钟至30分钟，先讲一个前半段伊要甲大家分享的内容。啊，讲了以后啊吼，就是我会用5分钟的时间吼，来个甲伊交流一下意见吼。所以安尼差不多就是拢总就是30分至35分安尼哦，这是讲的部分。啊，过来就是说来就会开放大家讨论哦。咱可能就因为咱了后半段啦，所以前半段可能开放2个问题至3个问题安尼哦。啊，安尼就是前半段，就是秀基老师分享，啊，我对谈了以后开放2、3个问题。啊，这前半段了以后，后半段吼，佮继续嘛是请秀基老师佮分享，啊，我对谈，啊，佮开放大家一寡问题安尼吼。啊，最后吼，咱按算今仔日是台湾时间12点半啦，吼，甲即个会议就是完成吼。啊，若要佮开讲的，当然若要佮留来开讲啥拢无问题安尼吼。好，啊无咱就是毋是先请即个秀基老师，你先开始你的小解咧。迄个秀婉姐，安尼我讲几啊句话了，我有打开嘛吼，啊，所以我是毋是讲几啊句话了，才报迄个录音吼？你先讲几句话了，你开始要放录影，你互我知。好。狄龙光老师、陈伟老师、信涵老师，啊，佮有其他的迄个嘉宾吼，因为我伫遮看到无真侪，所以无法度一甲恁称呼大家安，佮有秀班姐。我要讲即个迄个分享吼，其实真紧张。所以我
简单先讲到遮，因为内底嘛有简单的介绍，吼，安尼好，安尼秀婉姐会使播迄个开始播迄个录影安尼。大家好，我都无过一个称呼，时间有哪真暗嘛吼，啊，我今仔日要讲用台语来推测儿童文学的讨论。这个儿童我年龄是用较快吼，就是为幼稚园甲国中3年的。啊，台语要安怎来甲用儿童文学要安怎用台语来甲呈现出来，就是推测吼。啊，所以我等下就会使，我等下就要来讲用 PPT 来介绍。啊，就麻烦迄个一个朋友吼，依纯吼。我简单介绍我家己啦吼，即马第二页吼，这是画面第2页就是我先讲我伫文化局有出版迄个4本册，今仔个拜五个第5本啦吼，啊这4本内底拢是儿童文学，前2本非法想象的翅膀。甲飞翔在想象的国度，这拢是迄个童话故事，甲迄个囡仔小说。2003年我开始有写囡仔诗，这是华语的较济，一部分是台语的囡仔诗甲囡仔歌。2007年，我嘛有搁写一本月娘袂记你转去吼，袂记你转来。因这本嘛头前是华语的。台语有较少，所以是名用华语的号。因为我伫2012年退休，所以我有去学画图。这个内底就有封面嘛是我画的图，内底嘛有我画的图，毋是插图啦吼，就是伫头前有一寡图安尼。过来就是11月19，就是昨昏才拄去领的吼。师生活印记，这嘛是以华语为主，因为我伫80几年阵开始写是先写华语诗，是伫台湾现代诗刊、雷亚诗刊，拢以华语较济，原来有20首左右的台语诗，连落去甲出版出来吼。佫有我有3本台语诗吼。2002年吼，我转去中华，我是中华河里人吼。大道溪边的歌诗，佫有迄个2007年有行大注目，甲文书贴出版社合作。2020年旧年吼，就春暉出版社出版台湾剑爽到站做的吼。当月拄着诗，台语诗，这本较特别，就是有31首，有迄会当听到声音，用迄 QR code 安尼扫者，就会使听到声音。过来就是要介绍讲我有指导囡仔得到迄个全国的迄个朗读的第3名啦吼。国中生的演讲比赛有哪拍到全国。当然吼，这个介绍可能大家若看我这 PPT 就有看到讲内容是啥物吼。所以我咧想讲，我是毋是原来会使来甲大家讲，我是安怎成长吼？我就是国小、国中拢伫庄骹，我是河米挖大肚溪，阮兜地园就是伫大肚溪边。我嘛捌看到迄大水来的时阵。大家足惊吓，有一条足大条的迄个报刊堤防，阮就伫迄报刊馆顶看迄大水来，阮阿爸吼就去甲迄漂流木流出来，大水流出来查，伫内山流出来，若挖岸边就去甲搞转来吼。所以自细汉我就是爱斗做事，阮兜有种足侪菜，嘛有种生瓜。嘛有种芦笋，阮拢爱斗做，休热休寒。后来我后来我去读师专，休热休寒嘛拢斗做甲好吼。我是敏感的体质吼，你是去挽土豆吼，刺无法通啊，就甲顶甲我买阿嬷的时阵，
规个手规个骹拢啊砰啪拢一步一步起身呐，起身莫。啊，大家可能想讲啊，安尼好势啊，会使休困啊？无，阮爸讲啊，去药局注射啊，去注诶，明仔载过来，嘛是爱搁斗做啊。因为我是上煞尾吼啊，头顶啊，迄哥哥姐姐伊拢去社会啊，出去啊，去趁钱啊，剩我伫厝诶，甲阮爸斗做事，吼，足忝诶，忝甲啊！而且我咧读册诶时阵，伫高中诶时阵，我是下课了，爱先做一寡副业。啥物副业？啊，就是阮会去共摕迄个互联刀转来撕，一斤一角，啊无就是马字、笔尺，啊来写马字，啊甲迄批写写，嘛是称斤诶。啊头做到9点外，才开始写功课、写宿题。所以我诶册刀也是迄个听大听诶迄个八仙刀啊。啊，阮爸就捌甲阮查囝讲，你知影恁阿母安怎认真无？伫迄个路顶下骹伫背英语啦吼，啊，拢已经半暝啊，抑搁伫个八仙道遐伫咧写课业吼，这是我成长诶过程吼。啊，所以就是有安尼诶过程，所以我嘛真认真哦，把握真侪机会，啊，就是讲师专读了，佮去读。研究所吼，先读学文班，再搁读迄个儿童研究所，吼啊所以佮有加入一寡文学社团吼，啊，就担任过第2届迄个理事长啦，啊嘛有做过满地市迄个儿童文学诶杂志迄个主编吼，啊，捌去评迄个大屯种儿童文学诶迄个文学儿童文学组诶迄个评审安尼，好简单个请。用字啊，即马过来就是要来讲儿童文学诶迄个第一个迄个音吼，有走去啊吼，因为行啊伤济，有甲一部分甲抬掉，啊，佮有甲顺序吼，有甲调动，所以第一个迄个伊无去。第一点我要讲诶是儿童文学诶分类，啊，咱台语要安怎来写？啊，比如讲台语囡仔诗，啊是讲亮亮卡要哪做，啊是讲散文今仔日可能甲无法度讲着，啊，佮有以页书单头诶台语诶迄个阮诶迄个就是迄台语辅导团有咧种即个以页书，就是一页啊，就会使甲作品拢写去甲读。啊，第2部分要讲着用台语。甲囡仔讲绘本，一寡实务诶分享。第3个部分就是讲，用台语推广儿童文学，我一寡实际诶例吼。啊，第4则要讲着台语朗读甲演讲诶部分，我伫咧训练嘛是有一寡嘛讲趣味啦吼，啊，佮有一寡经验要来分享。佮落来吼，第迄个。这就是应该爱讲第1部分啦吼，我讲本来是做第2部分的，所以标题2改做1歹势吼。儿童文学之一吼，台语囡仔诗，台语囡仔诗甲囡仔歌安怎分吼？就是我有研究过，阮伫读研究所，甲我家己本身的指导时阵，差不多伫咱民国70几年迄阵啊，儿童诗足兴旺诶，足旺盛诶吼。啊，尾啊，就佮甲即卖诶囡仔歌已经有加入诗诶迄个手法。以前诶囡仔歌是较单纯，就是讲3字5字。你若有看迄个华语诶，但是咱即摆是讲毋免看华语啦，啊无你看华语，伊就是敢若无啥关系，小白菜呀，地里黄啊，什么没了爹跟娘，伊就是摕一个凊彩诶物件，会当押韵诶，就来联想。啊，咱诶台语囡仔诗、囡仔歌，即马原来会用3字、5字、7字，啊有押韵。啊，囡仔诗、儿童诗吼，囡仔诗就无安尼，就是无一定要押韵吼，你要押韵无押韵拢会使。啊，佮有讲台中诶文学界吼，儿童文学界，阮会讲，若是迄个互高中生看，会改做少年诗。包括迄个国校啊5、6年开始，就讲是少年诗，啊然后幼稚园甲
国校啊，低年级、中年级的，大部分就是讲儿童诗，啊有一站伊个分，是大人写，还是囡仔家己写？大人写做儿童诗，啊囡仔写做童诗，啊但是即马即个讨论就无搁继续啊。啊，像讲迄个林武宪老师，伊嘛有写台语的咸酸边吼，台语诗，伊捌咧讲，囡仔袂家己写诗啦，伊讲应该是大人会写诗互囡仔看。啊，即个部分吼，阮安尼有去引出，感觉囡仔袂晓写诗嘛无一定啊，就是伊是迄个形式较袂晓，啊，毋过伊讲的话，都有真有迄个诗的味啦，还是讲迄个意象吼，即等下个会使个讨论。啊，所以儿童文学的创作嘛是囡仔吼学生来为伊的日常生活啦、阅读啦、胡白乱想做伊的养分吼，来写。但是目前先捌伫伊的迄个评论集安尼讲啦，伊讲吼，儿童要创作吼，儿童诗还是讲遐儿童文学，大概拢有几啊迄个范围啦吼，学校啦、家庭啊、大自然啊，还是阅读，还是幻想。因为你为的无伫山边生活的囡仔，啊，毋过伊有看到别人写山边生活，啊，伊透过即个阅读间接就是无直接，伊就嘛会当看到山边迄个生活的情形吼。啊，过来第二要讲到安怎引出迄囡仔吼，来写迄个做囡仔诗吼。啊，我通常就是讲先设计一个较趣味的心色活动吼，甲你学科有关系。啊，日本我曾经参加迄个演习，伊嘛是安尼。日本人就是像讲有咧教水鸡，水蛤啊，有咧教田园即种自然课了，因就则过来写囡仔诗，还是讲会甲迄个水蛤啊抬开，解剖青蛙抬开，拢做好啊。大家伫即个活动当中有啥物灵感，有去想到啥，则过来写诗。我感觉安尼是较互囡仔会当有一寡灵感，你就是甲生活有结合，所以我会先设计一寡较深色活动。虽然讲第一个是迄个创意的面谱，就是脸谱咧设计，通常就是讲摕迄个吐司一片还是两片，其实囡仔家己会使选择啦，嘛有人囡仔用3片，伊就过去理，过去斗过去组合。就摕一寡会使食诶物件，海苔会使做头毛迄个喙体红红，就用迄个红菜头淋浸，甲圆圆一块迄喙齿就用迄个番麦一粒一粒来倒迄喙齿，就是面谱设计甲真古锥真趣味，囡仔嘛会较有兴趣。过来就是有当囡仔热天足爱食冰诶咱就顺即个势来设计一个创意冰沙设计。这搓冰是通常拢老师去买啦，冰箱诶，迄节到就囡仔用盘用碗来缀叫囡仔炸水果饼海苔来做一个组合一个足趣味足有创意的迄个花草迄个图案。即种方法嘛，抑个有做迄红菇粿我嘛捌做过。嘛是用迄个巧克力来做目睭可以点，会使做一寡迄个花草。即个小朋友呢，伊就讲遮是一颗豆迄水内底有迄一只敢若是迄个船较久就有迄个草所以伊拢摕会遮哩的物件，迄是糖啦、饼啦，来做迄花草互你感觉讲，安尼有真有迄个想象力啦囡仔真爱耍即种，耍了的时阵，我讲来，大家来想看这是一个啥物迄个花草图案，囡仔就去继续联想了，上欢喜，佫会使甲迄凉凉的冰直接落安尼。所以囡仔对即种课程即种设计会较趣味过来
我去迄个国校，我就是讲，先看囡仔因较生活较接近啥，啊有啥物主题，就先甲收集起来，有当时翕迄个特别的相片吼，佫会收集一寡囡仔诗。目前迄个台语囡仔诗真少吼，就是先用华语互因看。有当我直接大部分我直接就家己写囡仔诗互囡仔看，佫用一寡较特别的迄个图案迄图像吼。像这个囡仔就写我的阿母吼，伊这是平和国小，平和国小是伫南投市吼。我的阿母亲像我的雨伞，保护我，袂互雨压甲淡糊糊，互我感觉真温暖。我的阿母亲像一座大山峦，我定定徛伫伊的身躯边甲塞奶。我若真忝的时阵，就伫伊的身躯，就听伫伊的身躯好好啊醒过。这甲囡仔迄种塞奶，迄种纯真，虽然这是查甫囡仔迄查甫囡仔细汉的时阵，嘛是足爱甜缀迄个阿母吸过去，所以忝天然的碰床就伫边仔足舒适的，摕咧困一时囡仔通常拢有足侪安尼甲阿母的互动，所以我有找着安尼即款的迄个图像的时阵，因就足有感受的。有人我会找足侪图像就囡仔会讲我老师即个我有灵感，我写即个就是家己选题目安尼啦好，请佫下一个即个是较特别即个图像我是去找一本嘛是迄个囡仔诗，咱台湾几个囡仔诗家写的，作家写的诗，伊有迄足活泼的迄个图像，一丛搭起的树结果伫迄个树挖甲迄个树干迄接的遐，卜一蕊足水的迄花有的人咧感觉讲，安尼是足有生命力的吼，竟然咧当搭起的，佫有迄会当卜遐水的花，毋过即个即个查囡仔是感情真较早熟吼。伊想到毋是安尼，伊讲大花顶悬的花我要剃开花叶我若看到我介意的人，我就紧探头出来，剃开花叶，心情咧看伊。我有淡薄仔歹势，面就豆豆变甲红。伊是咧写迄个心情，伊要剃开迄个花叶是看到介意的人，伊才要甲花叶花瓣剃开，伊才要探头看。伊是主角毋是讲咱看到花，咱感觉真水来栽一丛草、一丛花草，毋是，伊是家己当做迄个花讲我介意的人要来所以我紧诶甲迄花瓣、甲迄花叶剃开、电开。即个查囡仔看起来就真活泼像即种感情，可能读主为的查甫较慢啦较无遐尔紧。当然这毋是一定诶。佫有若讲伫较偏远诶山区，有当若无遐紧安尼成熟这是较市内较都市诶。像讲即首迄个交公国小，交公国小就是伫草屯，伊嘛是真较市区但是比起南投市嘛袂使讲安比啦就是即个年纪较低，伊3年伊讲廖美真古锥，廖美真好现敢若是阮小弟，人叫伊好奇宝宝，定定拍伫窗仔口，要看厝内咧变啥梦。廖美真够话，若像阮小妹，人叫伊厝头鸟定定拍伫窗仔口，喵喵喵，厝内的人若行出来，伊就缀条条一直甲人讲话，喵喵喵。这诗的描写当然咱会甲用拟人法咱那个甲当做人啦像讲廖美伊到底喵喵喵是咧讲啥，咱嘛毋知。伊就会想着讲那敢若因小弟咧，因小弟就是拢足好现的。咧创啥？恁咧创啥？一定咧看来看去定伫咧窗仔口拍咧。到底内底的人咧变啥梦？
讲到这，我就想到阮查某囝细汉时嘛足爱问诶。阮诶万叔啊，伊叫万叔公，到尾啊问到实在，伊讲，恁个囡仔哪遮爱问，我袂晓回答啊啦。是安怎安这，安怎会安尼？迄水是安怎为遐流落？阮嘛伫迄个，阮先生诶迄个起家厝，就是伫较山较偏远诶，有迄爱去经水，就是用迄水管去甲迄个山顶诶水甲倒啊，互伊流落寒人啦，阵诶兄弟啦佫有迄老伙会结酒，家己私结诶结米酒。伊囡仔去就看讲，遮有水来，是安尼爱为管顶流落来，足侪疑问诶。因迄万叔讲就讲，真够话，甲阮查某囝讲，你若遮够话，这就是囡仔甲迄个动物拢有迄个较共款诶迄个特色。囡仔真够话，猫咪嘛真够话所以即个小朋友呢，伊就甲因弟弟迄种好现摕来甲这猫咪比，甲因妹妹真够话。有人叫厝头鸟，阮查某囝嘛拢互阮因阿嬷阮大家叫讲，你这厝头鸟，这安尼讲袂煞所以这是甲囡仔真纯真诶一面拢描写出来，因为伊本身就是拢安尼，生活中拢会体会到诶好，佫下一首下一首是花莲县迄个武和国小我休落诶时阵去甲因斗演出去，因为儿童文学院我大概是3、4天，真趣味因迄囡仔为迄个幼稚园诶，甲已经6年毕业诶，拢叫转来，然后就开始甲迄个年龄混合就是每一组拢有迄个幼稚园诶，每一组拢有迄个6年毕业，佫转来迄学者学长开始比赛安尼，所以囡仔就会有迄个想要讲，阮即组爱得奖我讲有讲话就加分，有发表就加分，袂使拢迄个人发表。所以3、4天你拢叫伊写儿童诗，伊都想甲头壳要可能逼破去我有变一寡迄个就是迄个迄个花样就是想讲要安怎互囡仔会变就是有写批写一张批互迄树有迄个戏剧就简单诶编一个简单诶迄个话剧佫有即马有迄个公民教育我讲恁若是迄个动物内底足巧诶，你要做领袖，要做领导者你要安怎发表政见因囡仔就家己去找我帮因做一顶帽你是猫头虎你滴这猫头虎诶帽就野印起啦，有一个迄个实习诶老师甲我斗3工后来甲野印迄图样迄花草搭纸你感觉猫头虎真巧所以伊会使领导大家你感觉迄个高山迄个足美切足流利动作足伶俐安尼伊嘛会使做领导者，因为若有迄个敌人来可能会带大家走较紧就是拢爱去找一个迄个想法囡仔就有比赛有安尼算，所以安尼3、4天讲愈算愈趣味因为因校长嘛讲最后一天要颁奖就是有发言的就加分有表演的就加分所以毋是咧看食上高，是看啥物人看食甲有参与甲有咧认真伫即个活动佫有半工是出去带因去看实物所以囡仔会感觉原来不止趣味好佫来伊剩佫来下一张就是讲我头先已经先讲过讲用较特殊的相片还是较特殊的图即马就是讲因为咱惊会侵犯别人的迄个著作权的版权所以较特殊的相片有当我会拜托我会去找讲迄朋友是会摄影翕相足厉害也是讲较有画图伊有一寡图会使提供的若无就是伫网络找迄个免费的
啊，另外迄个图有当较无适合，就是爱找啦，有当嘛会使摕来互囡仔去想象。第三种我嘛头拄有讲过，就是咱用活动甲迄图吼，甲相片，是要引起学生啊甲生活感情的经验的连接。伊生活当中有啥物经验，有啥物感情吼，啊用迄个诗的形式来表达，安尼才有法度互囡仔吼去想一寡较感动人。像讲有一个囡仔咧写讲，伊家己的特殊的代志，就讲啊。伊要写阿爸，我阿爸吼，迄手骨有一条蛇，就是一个迄个掠，就是去用刀啊去挖着去抬着，啊，伊就讲阮阿爸即个掠吼，即个分掠，是足感动人的记号。有一工就是我感冒啊，伊就发烧，就去买迄野丝啊，野丝要破开，因为足重的啊。伊要甲迄个也是冻一工，互迄个水吼，也是水走出来，要互因，要互迄个学生囡仔小朋友通退烧啦。就写讲，我阿爸足感动，伊的手骨有一只蛇，迄是真感动人的记号。伊安尼写出来，大家就感觉讲，哇，这足特别的吼。所以到底囡仔会晓写诗，咱若有讲到这吼，像讲迄个我常常咧甲囡仔。学生囡仔讲，伫迄个中部中年级还是低年级啦，有人写讲，甲老师甲迄个老师讲，你压水落去，讲啊，迄花甲草，伫咧放着啊。当然咧讲起来敢若无真水吼，啊，毋过你来讲，爱佫写其他，想讲有一个足有名的囡仔诗2-3句尔，伊讲。妈妈爱亲像一面桶迄个一液镜仔内底液做的迄个水吼满啊，我倒伫内底足烧落就困去啊这就是甲迄个母爱甲迄妈妈爱表达啊足深刻的吼。第四个是咧引出囡仔写诗的迄个例。我捌伫中原国小甲迄双门国小去拄着因。100年还是50年，80年啊，校庆的时啊，校一直咧想讲要写较特殊的迄款作品要编迄个庆祝的迄个刊物啦吼，就找出学校的旧的相片，就邀请因校友，有迄年纪较大的较侪经验的，有较杰出的后来讲因读册的时阵一寡笑话的代志，是讲一寡真无共款的经验是迄个拍拼迄个经验安尼，所以这就是互囡仔有甲伊的生活做一寡结合。无你讲100年迄一年啊，学生囡仔要写啥？就听着讲会使写讲我有要写批互校长，有要写批互即个学校5万后届几年了后，佫转来学校会看着学校大概安怎发展啊吼。是讲写内底感动的迄个厨工妈妈咧煮食的迄个校工吼，是讲迄个爱心妈妈安怎来讲古所以用写批方式，囡仔会较较自然啊，迄感情较自然过来就是我可能读这读书台语诗的迄个亮亮卡这亮亮卡就是用迄个一种叫做牛奶笔，伊本来是拢白色的。即马有做彩色的，你若要亮亮笔是囡仔咧耍的，迄吼一组才30-40块，这牛奶笔一支就较贵啊，30-40块毋过伊的效果较好伊袂安尼糊做伙啦，你会使互囡仔就是像来主要迄个迄个方法，先甲因引出，互伊有想象，对代志有体会了，先写起来，写起来了才画图。囡仔画甲足精彩。我即张吼，就是我要互囡仔看，所以我那先简单画。我这拢完全是迄种牛奶笔彩色的牛奶笔。搁落来下一张，你会看到囡仔直接用迄个蜡笔，因为是黑色的纸，所以你蜡笔画就足活泼的迄个纸有几啊种黑色、粉彩。粉彩纸较袂晓
花草遐明显，你画图落去较袂无清楚。啊，佫有一种叫做黑色模型卡纸，黑就佫较长啊，较厚啊，较过一次啊，迄效果会佫较清楚，因为伊敢若较光啦吼。吼啊，佫看后一张，即张字较大吼，所以连一张。啊，这是迄个今年级崇文国小的囡仔，中年级的吼，伊写阮搭家纸吼，我若看到家纸伫厝内哭白，就甲骹举起来，摵，家纸四过背，我煞袂晓背。哦，阮搭家纸比我较厉害呢，吼。啊，迄囡仔会家纸，毋知要安怎画，啊，伊就会画讲，一只虫啊吼。通拖的形安尼，啊，骹骨嘛毋知要安怎画甲讲真迄个，但是囡仔这安尼就是伊的创意表达，迄袂要紧啦吼。好，啊，过来看一张简单的图，就是我去学校甲因带一寡阅读写作的迄营队吼，我拢会做PPT 啊，就因为我有学画图，这是木笔速写，去一个所在甲伊的风景画起来，用迄个叉啊，查机啊，写啊，运迄个白水，啊，才把迄个形画了吼，啊，才个擦色啦吼，好简单。好看下一张是，就是头先讲咱有特别的迄个图像，要互囡仔来想象，当然甲伊的生活爱做结合吼。啊，即张大家看这红色的像啥物？有约着无？大家有答案无？啊，迄中央有一蕊的花吼，哦啊，所以恁毋知有甲想做啥物吼？咱等下会使来讨论。啊，我先讲我吼，我安尼想。哦，阿母是流软的红碰椅吼，我感觉伊足成碰椅的吼。我是迄蕊细蕊的蒜椒花，阿母甲我揽咧，我着招轻松，招烧落起来，啊，减一日来吼。啊，迄囡仔看到，有诶着讲，哦，啊，迄是啥？伊讲哦，迄是红色的海影咧，海影是红色的，因为咱嘛敢若有啥物阴阳海吼，迄有迄个伫东部仔岛吼，迄海水无共色的。啊，迄囡仔讲，哦，即种特别的海水吼，红色。啊，佫有诶囡仔是想着迄种，敢若一粒仔大粒气球吼，大粒球，啊，伊甲喷开，啊，就是一个圆形的布，啊，中央会使放囡仔爱耍的物件，啊，逐个揪咧。啊，每一个囡仔都揪咧，啊，就会使嗨，互迄物件伫遐练来练去，互伊有互囡仔耍的迄个趣味，啊，因就想着讲，迄是迄种球布吼。啊，毋知大家看了感觉像啥物吼？啊，通常囡仔会较会晓想象，就是讲啊，红色的这像啥物啊，过来就无啊，所以爱佫逐去甲引出讲啊，这是像讲啊，这是红碰椅。啊，你安怎？你是安怎做？啊，你有感觉啥物？吼，啊，就是爱佫继续，佫甲引出甲伊生活做结合。好，啊，佫来就是去迄个崇文国小的时阵吼，有真侪大叶。我安尼就无。歹势，先暂停，因为我头拄新的老师有讲要分两部分啦。当然，这无到一半，啊，毋过时间我看是差不多。等是10分，11点10分开始，即摆43，是30几分钟啊。想讲休困一下，毋过先互新的老师先讲一下，若大家有问题，可能即个较内容较少，毋免遐济啦。好，麻烦新的老师。好吼，咱感谢即个秀基老师的分享啦吼。伫即内底啊吼，伫秀基老师的分享内底，咱会当看出讲啊吼，伊足用心的对无？咧训练即个国小的学生啦、国中的学生咧写即个囡仔诗啦吼。其实啊吼，我感觉训练囡仔写诗是一个对囡仔的成长来讲足重要的代志。咱若准讲啊吼，咱虽然咱讲吼，咱希望讲语言会当实用啦吼，就是讲伫生活内底嘛爱用，但是若一直干那实用，咱定来讲吼语文，因为我伫罗西亚读册，啊罗西亚吼，就是俄罗斯啦吼，就 Russia 吼，罗西亚，迄个罗西亚迄边因的概念，因无语言系。嘛无文学系，因的概念是语文系啦，吼，就是讲啊吼，因是语言学的人，像我是读我的迄个论文是写文学的，但是我得爱先通过
语言学的国家考试，才会当去摕文学的论文出来安尼。因为因安怎讲咧？因讲你若文学是用语言做媒介来表达美感的一种方式嘛，所以你若毋知影即个语言，即种语言的本质，就是即个工具嘛。你要安怎写出好的文学？你要安怎去看文学作品？是另外一方面啦，文学是即个语言表现出来上 top 的，就是即个语言来表现出来上水上 top 的，就是文学啦吼。所以你若除掉文学，你就等于甲语言内底上水上好的即部分除掉啊！你要来讲语言吼，迄个嘛是欠一步，欠上好的。你要讲什么语言？所以阮伫罗西亚训练是语言甲文学是一定是结合的。你一定爱两种拢同时修，才会当去摕到迄个学位就对啦。所以咱若训练囡仔要讲台语，其实透过文学其实有一方面啦，因为咱若平常时咧讲话时囡仔学就是其实对语言的迄个幼路的部分啦，伊可能未分甲遮清楚啦，未分甲遮清楚。但是当你咧写作的时，你咧写迄个文学作品的时，你就会开始对即个语言对每一个词啦，迄个感受力就会愈来愈深。因为你必须要去写作嘛，你咧写作的时迄个你就会因为写作是一种选择思维的艺术啦，就是讲你要去选择讲我偏要表达这个意思，但是我要用什么款的词按落这内底会上符合、上水安尼，伫咱写作的时，所以囡仔就会开始去思考这个词更较幼路的部分的意义。这是我感觉这是一个足重要的物件，对词更较了解。第二就是讲咱伫咧训练囡仔的联想力的时，因为咱咧教囡仔诗甲大人诗，因为大人诗较多元啦，大人诗就是你想要安怎写就安怎写，有的人写较足白嘛，嘛是足好的诗。但是咱咧训练囡仔写诗的时，像咱头仔看秀基老师伊甲囡仔分享的时，通常拢会对联想开始，就是啥物物件真成啥物有无？像头仔迄个三叶藤迄类花，迄相片应该是三叶藤无毋对啦，九重葛嘛会花对吧？迄个红碰伊迄个。爱问阿辉老师，红碰伊迄个像，因为我看迄个花确实是迄个三叶藤，阮遮讲三叶藤啦，我知影别位有别位的讲法，就是迄个九重葛，迄个三叶藤，迄个会花啦我讲你得咱甲联想做这是一个红色的碰伊，嘛有人甲联想做什么物件嘛就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诗人啦，伊写一个囡仔一首囡仔诗，伊就是讲迄个。3月的斑枝，斑枝就是木棉花啦，斑枝3月的斑枝无叶有枝啦，红红的花蕊点到了春天，就是迄花迄个斑枝的花伊甲伊比如做电火啦，因为会红拍拍嘛，规丛树拢红拍拍，所以袂输咱拢规丛树拢点红色的电火，甲春天点互倒安尼，迄就是联想嘛。即个联想力其实是囡仔训练的过程最重要的方法，因为咱定来讲迄个西洋的教育是安怎教出囡仔会当做头家、做设计，咱台湾敢若会当代工。代工的利润就是3%、5%，但是人去设计iPhone 卖一支赚一支，对无 ？Apple 公司，但是迄个台湾遐个代工的公司卖一支可能赚3%、赚5%，是安怎？就是我感觉这联想力最重要，所以透过这个文学嘛训练囡仔的联想力啦。第三个就是讲美感真重要，美感甲赚钱可能无一定有关系，但是伊用伫生活内底会互你的生活的品质、生活的迄个。完全无共啦，就是有一个有美感的人做出来代志，甲设计出来迄个物件，伊做出来所有这物件，就是甲迄个无美感的人出来物件是完全无共的啦。你讲纯粹以实用性来讲，伊就是坐尔嘛你若干那要讲当然就无差但是一个有美感的人做出来，伊甲一个无美感的人迄个做出来，伊迄看起来迄题目字就是差足济啦。咱讲有人是迄种。所以咱定来讲什么中华民国美学就是咧形容人无美学嘛，对吧？无美感其实我感觉这个素养这种素养是无形的啦，但是对囡仔规个生活的品质，也是未来大汉以后做出来的代志啦差足济啦。所以我感觉儿童文学是
对囡仔的训练来讲，足重要的一块啦，吼，足重要的一块安尼，吼啊，所以真欢喜秀基老师会当对这方面啊吼拍拼嘛，吼啊，咱嘛看到有真济真好的成果啦，吼啊，因为咱等下阁有后半段啦，所以我就先分享到遮，吼啊，咱即马开放大家若有问题要请教迄个秀基老师的，会当提出来，请看有啥物人有，还是要有啥物意见要讨论的，咱开放2个啦，吼，2位来，有无？想啊，可能想我请教一下吼，因为即摆我拄仔有咧教2个孙，一个5岁、7岁吼，所以即个秀基老师伊真有创意吼啊，互我有哪会小可联想有一寡 idea， 看安怎来教孙，互伊较活泼啊，对即个台湾的文学有兴趣吼，所以我今仔虽然较听前半段，我就感觉讲收获良多吼，所以感谢秀基老师，多谢。是秀基老师前几日才呾出一本册尔呢，哦，就是伊足厉害，伊一直写册，哦，伊嘛是迄个台湾阵线，就是一个迄个纯文学的迄个讨论的团体，嘛有迄个会员嘛，吼，即摆是要讲安怎甲囡仔引出来，会较有这方面创意对吧？吼，我嘛记着咧，前2工，我嘛陪阮先生去山顶偏远山区，伊的朋友嘛是校长，啊因的家长是原住民啊，拄啊因开民宿，啊我看迄囡仔就是一个3岁，一个2岁，啊因着咧看迄个绘本，啊绘本当然有足侪种，一种就知识性的，就是1、2、3是迄本是知识性的，啊伊本来迄个因妈妈足少年啊吼，嘛是原住民，就要甲教讲，因咧教华语啦吼，因为因原住民袂晓台语啊。啊，我就甲讲，你当然台语嘛是会使安尼教，像啥物？吼，咱若伫咧教讲，头拄仔像信兰老师知影讲，迄譬喻就好用啊，意象拐杖，但是我拢会甲囡仔讲，过来你着甲迄个像拿掉啊，卖名誉啊，因为名誉太多人有了，什么像什么，直接甲伊当做，我举一支拐拐杖伊，华语讲拐杖伊，举拐杖伊伫佚佗，囡仔反应足紧的哦，伊马上看到头前有迄字，妈妈筷子一，筷子一，再拿一根，对，想象力有足侪种的特性啦，毋是讲一项，会使1项、2项、3项，就举2支，2支筷子有图案，一个十字形阴性稿，就2只可以跳舞这样。简单就是讲，你伫迄个绘本拢会使呢。因为知识性，咱通常是家囡仔是咧教知识尔。这就是1项，2就是2项，3就是3项，通常是安尼。毋过咱会使甲引出，安尼后盖囡仔看到伊看到的视野吼，伊看到就更较侪。像讲过来，伊看我可以看伊借一本迄内底有迄囡仔衫，我甲讲，这足方便的，你甲印起来就是迄纸娃娃，纸娃娃以前是咱爱家己去买，我讲你毋免啦，因为伊是山区嘛，就在迄个经济较无遐好。伊讲，我讲因迄个大家拄啊好是伫学校咧做工友，我讲你甲印起来，时间吼会包，就是印起来了后，我讲你会使甲印的弟弟会烧抢，伫遐会发生2个咧抢糖啊冤家啦。我讲你会印2组，即摆佫咧讲。两性无一定，查甫就穿长裤，查某就穿裙，对无？我讲安尼拄啊好，你拢印共款的，2个互伊去家己去迄1000纸红吼，印较大较厚的纸帮，剩的迄衫你着甲印迄较薄然后伫迄肩膀遐加一块啦，会使甲迄红可能信兰老师毋捌算过，查囡仔较捌算过，就是换迄衫，囡仔会使做法，第一就是训练美感，头先信老师讲美感，第2伊就会使。会去想象即摆是公主，公主要安怎，安尼就是甲生活去做结合安尼。所以即要讲足久的我家己本身读儿童文学的时阵，就是因为我本身嘛足爱接近囡仔。头拄仔信老师讲训练囡仔写作，我是为南投偏乡信义乡、林仔乡我拢有去，因为我伫高中其实嘛真无闲，因为我尾仔走去高中，我用寒暑假，有当直接住伫迄偏乡遐。有当时礼拜日去，我就是
通常就是尽量用安尼较活动、较灵活的方式安尼来演出。安尼毋知有回答你的问题无？歹势。好，哦，咱感谢秀吉老师啦，真吼， very good 嘿，啊，庆涵老师，我有看到龙光兄举手，龙哥兄，咱龙哥兄，龙光兄讲，问了后，咱就搁转来看对video 吼。对对，对，因为啊吼，迄个咱第一阶段的时间嘛差不多，叫做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龙哥兄，你意思是提醒这尔嘛，对吧？吼，还是你个哎？我简单问一下吼，啊，可能若时间无够，咱较顶仔较回答袂要紧吼，想一下。我捌听过迄个林心地吼，哦对，伊互你捌哩嘛吼，嗯伊是算做讲迄个用迄个读迄个儿童心理学诶即方面诶专家，啊有写迄个台湾迄个囡仔童谣。我捌听伊讲吼，就是讲基本上即摆台湾童谣吼，可能是分两种啦吼。一种是老人咧回想囡仔诶生活来写诶童谣，吼。啊，一种是用囡仔诶心理，吼，会当伊来写诶即个童谣啦，吼。啊，你变做讲伊是，所以若即个咧写诶时阵，就是讲有无共款诶，迄内容会诚无共款。就是讲，若用囡仔诶世界去写音乐诶时阵，迄音乐诶 melody 含迄个 vocabulary，拢会足囡仔用囡仔诶迄个角度去看。啊，毋知伫儿童文学即部分，敢有即种诶分别安尼嘿？我简单先讲者吼，就是像赵天仪教授伊嘛咧讲啊，囡仔咱有第二个童年，囡仔时代孙仔出来就是咱的第二个童年。也毋过阮是较感觉，像讲我一直是安怎坚持，我一直要搁去教囡仔，我爱徛伫第一线，直接甲囡仔接触。啊，囡仔足古锥，你才会知影伊有啥物反应。就是有一句较迄个名言，就讲爱哭落来。蹲下来跟孩子一样的视野，你哭落来，啊，甲囡仔看共款的迄个视野，嘿，啊，就是讲，像讲，囡仔是安怎爱耍啥物款的迄个佚佗物仔，啊，咱嘛去耍看卖，啊，就你才会再了解。所以，伫儿童文学内底吼，即马通常阮是较主张讲，你用就是拢直接，你甲囡仔徛做伙，啊，迄种回忆的部分，像赵天宇教授迄阵仔讲的，迄嘛是有一部分啊。啊，毋过安尼囡仔足歹体会着，就亲像讲，囡仔你甲即摆甲介绍古早的迄种古亭本啊，还是牛车，伊拢毋捌。我嘛有一个经验啦吼，我是做真侪代志，我去迄国校啊，尖山国小，甲因带迄个写一寡诗是文史的，啊，因先叫迄个文史老师，就是先去看旧家啊，德山有旧家啊，卖啥物拍铁啊，有卖古早的物件，啊，佫有一个竹艺博物馆，德艺。啊，迄底下内底足侪项诶，有迄竹夫人做一粒仔枕头，按摩咧困，就是古早讲安尼较凉，较毋免冷气，啊，就是真侪物件。啊，毋过迄囡仔伊就是先互文史老师、文史老师先介绍过，啊，我则搁带，啊，囡仔就讲我这老师我拢袂记咧。啊，你讲你拢袂记咧，我讲毋是拢袂记，恁无注意听，所以我有一部分我搁亲身带去现场，我切入点甲迄个文史老师是无共款诶。啊，我就是像信娜老师讲，有当你甲对即项诶特性较有感想，啊，你就会有灵感，吼，像讲迄朱夫人，我讲嘛足趣味啊，毛咧啊，啊，互你会较凉。啊，像讲因有迄桂竹啊，有刺，以早咧救人，毋是用游泳圈，无啊，古早无迄塑胶诶物件，迄桂竹有刺，啊，看一个人要沉落去，伊甲迄一支桂竹安尼揪落去，啊，甲迄衫勾咧，啊，就甲倒扭开，吼，啊，像这就是讲。你无去现场，迄竹艺博物馆拢有解说哦，伊有定时的导览啊。啊，我甲约讲，我特殊时间歹势，安尼时间可能差不多哈。好，因为后壁搁较济，安尼约光老师安尼毋知有解说。多谢。好，来讲我这，安尼吼，敢若去旅行啦吼。啊，囡仔就爱佚佗咧，大叶啊嘛要去佚佗。哦，啊，即个囡仔4年的囡仔，伊就写讲大叶啊去旅行。大叶来讲问哦，甲人讲秋天来啊，大家吼来去欣赏饭仔叶。因甲规粒迄山峦吼，抹甲红记记。大叶啊，佮飞去找狗遐，紧甲因讲，秋天伫要来啊呢，恁爱紧穿迄个食食，甲穿便便。
迄就是因为迄个为通脱的迄个冬天就密起来，狗遐就去冬眠就密起来，所以伊甲讲啊紧诶哦，紧去传迄个冬天的食物所以这嘛是甲囡仔伫大自然伊看到的伊的迄个生活做结合。过来即也就是头拄仔我有讲着，我即马简单讲就是练卡你先甲诗写好头拄仔我有讲着这就无去讲伊耶稣嘛是先甲散文散文当然在写的时阵若真正要去讲爱讲遮久的，就是你开始的开头要安怎来写方法足侪种因为我本身嘛是迄个国文的，所以我会甲囡仔个检查。依存等一下所以写好就再去画图再去甲扫描落去所以这是以耶稣简单囡仔诗的做法嘛是会使哩就是干那写诗就免卖画图，这就是你若要做刊物拢会使用。好，安尼过来就是第三个部分，就是讲着我用台语来推测绘本咱卡会较好，用台语来讲绘本。第一个经验就是伫中华台语文创作原句用纸质居就是一个木箱插箱咱的绘本还未出版，会使一张一张用安尼扭过，是日本因足早以前就足流行的，就是一台双台的铁马载咧，就会使驶过去演讲，会去广告啦有囡仔来欣赏我嘛有去买这纸质居的插箱我就甲迄个本来是华语的这里那里的猫我改做伫遮伫遐的猫咪因为拄开始的时阵是我国语里部有几啊首是猫咪小猫咪我就甲当做一个连贯穿的有故事就是当囡仔诗的绘本甲改做台语这本是无出版所以我就用迄个纸质居来演出来先用华语来创作啦就是头拄仔咧讲咱咧讲故时有趣味无我本来想讲这本是童诗，是囡仔诗，敢若迄故事无像一般迄绘本遐尔紧凑遐尔趣味啦毋过因为我就是互因看欣赏台语诗，我全念当时是先华语歹势就会互伊算内底的情景，像头拄仔你有看着讲猫咪伫咧扭卫生纸我就互因会使试一下猫咪爱米箱试一下猫咪伫迄个窗仔布卡垫内底就是情景拢互因算结果有一个囡仔就来问我讲，老师明仔载会使阁算一届无？我讲无，我敢若才一工尔歹势好。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去中华县文化图书馆，嘛是用台语来讲绘本因已经拢较习惯用电脑 PPT 开始就按一张一张我讲我是用绘本一文本我囡仔来招来坐伫我的迄个头前做一个半圆的迄个形我有写一首数字的囡仔台语的囡仔谣囡仔就是一面念一面做动作刷落来我才讲迄个绘本迄天囡仔反应真热烈，因为敢若安尼一直接落去佮距离真近家长感觉一面念一面做动作嘛真趣味就远远来看热闹过来第三个是我有招真10个朋友伫咱台湾局图书馆的儿童室2楼固定每个月第3礼拜拜六早起10点到11点，固定用台语来讲绘本已经有讲嘛足侪个月2019年开始啦咱时间就较赶来先看迄个相片这个因为一只广告是1点钟，所以毋是干那广告尔，会阁做一寡出来活动，有当是记纸，有当是画图像头拄仔我迄图是头拄仔相片我咧广告，我家己有阁画绘本这个是一个老师咧做迄经济伊甲用经济做一寡吊饰伫遐迄个装饰品，就是破链是迄个手机迄吊的迄种来好会当较水的物件佫有即个像即个妈妈伊就甲囡仔嘛是足活，伊嘛是摕文本台语绘本
佫有一个志工，伊是有读迄个性教育的迄个高雄一个性教育的私塾私人的读册学仔堂，伊拢伫咧讲甲性有关系，两性平等像讲伊会讲，甲囡仔讲，袂使凊彩互人摸伊个身躯伊就是用即个绘本，就甲迄两性平等有关系。今年伫民间嘛有发生即种或者较性骚扰就是即种例伊嘛有去到处理安尼嘿。好，安尼过来咱看过来第4个部分，我用台语绘本，用台语讲绘本有伫 Clubhouse。阮是几个朋友啦，就是接迄个李小布，伊本来为过年讲甲讲109集了，真无用，讲要暂停。阮几个朋友就轮流拜一、拜三、拜五拢来讲，即马就剩拜一甲拜三，用台语来讲这绘本，这绘本有当是台语写，为的是华语、日语、英语，就是甲翻译过就是有几个人做认真诶，像讲校业华老师嘛有来，伊是较早，即马就较无用阮即马就是我甲即个帮忙播放诶即个医顺佫有天地佫有迄个李伊是外科医生，佫有一个考虑冲技师，佫有志成、邓志成，佫有一个苏贤琪派翠克简单介绍好，佫来一个。这就是我用台语推广儿童文学，为了有重好，我就会使莫讲遐久第一是台语囡仔诗甲囡仔歌，头拄我有咧讲迄个分别有人讲囡仔诗就是伊是较无押韵，是一定意象甲音乐语言，囡仔歌就直接讲，所以我有去学校，我会来帮因写校歌，敲3块板就押韵去讲互国小、国校。去永乐国校，我就甲因的学校特色甲写出来，所以这是真方便的所以囡仔歌就是较会使直接讲，囡仔诗有诗就是拢无直接讲第二个是台语绘本，就是咱头拄有看到我迄猫迄个绘本咱头拄有看过图还是无？以前你来找迄3张猫咪的图就是这伫遮的猫咪这我有画10几张，有下骹佫有2张是其中的图迄囡仔诗我无藏咧，因为迄个纸质句是会使写后壁直接看原本看迄诗安尼念，这本因为无出版，所以我就是用迄个插箱纸质句所以是台语绘本的创作，我家己有创作这本。佫有为的是斗组合的，有像讲我去中兴医病院，有一阵手啊破病我就去翕相为的一部分是用画，我就用若是用迄纸质纸插箱甲囡仔讲手等安怎清净安怎照顾这就是用台语绘本来做一种推广台语的今年我有伫迄个出场所。南投出场所我就结合3本绘本，我嘛是甲为家己画为印的甲结合用插箱安尼互囡仔看。第4个部分是台语诗卡甲迄个亮亮卡台语诗卡甲亮亮卡就亮亮卡头主要互大家看过咱即摆看诗卡即张就是我的水彩图，我即张就是用点染然后。水彩画大咧，下骹佫用较厚的纸设计迄个诗卡写台语诗像即个片出生活的芳味满山平的花蕊歹势我甲放大满山平的花蕊，笑稳稳探出芳味，互粉红开始跳舞，连影者都通讲讲，大自然点点伫遐片出生活的滋味。所以有去看图的，我就先煞佮推销，佮推送一首台语诗下一张是南树的房仔船，品版组就是房仔船，这首较长，我先无念佮来看迄个一页书一页书的制作这张就是有图有文章文章就是头顶即摆有看到
啊，囡仔就是先写文章散文写好，啊，才搁甲图画好，啊，用电脑甲扫描，扫描了才图甲迄个文章拢做伙。啊，因为伊的档案甲我的 PPT 无共大细，所以无法度，我技术无遐好，即个拜托迄个学生斗用，伊讲伊嘛无法度用，所以文字要较清楚，伊个另外用。这就是伊页书啊，迄个信啊老师本来讲要看卖，伊有台南岛评啦，评即个评审，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伊页书无讲真济。好，啊，即摆来讲到。我安怎指导迄个朗读甲演讲，因为我指导20几年啦吼，啊，就是找着本来要第一个项目讲的，拢伫伊页书的后壁。第一实施比赛进行吼，还佫找，即还佫伊页书，佫找嘿，甲文理第一实施比赛，来，即个。政府啊，其实就是各县市吼，拢有咧比赛，为一年啊，甲为国小甲国中，会举办，官方拢讲闽南语啦，就是台语啦吼。有迄个理音理行的测验、朗读、演讲、口说艺术甲古典诗吟唱。即马南投县就是台语方面，伊个前3项啊，理音理行的测验、朗读、演讲。同年办，毋过小主报甲台讲母语甲口说艺术，就轮流一年差不多办2项。啊，啥物是口说艺术？我第一档开始指导时阵吼，我对朗读我嘛家己指导，演讲嘛是，你口说艺术嘛是，就是爱一面仔咧表演，嘛会使唱歌吼，啊嘛咱表演较活泼。我拄仔选着一个老师，一个同事因查某囝，伊足厉害，伊甲迄个国中的迄个单例陈理吼，单例会写迄个声音中、声音精迄个模式，伊去写南投菜市啊，伊逐摆讲吼，顺序拢无共，因为伊讲是菜市啊，我会使画即边啊，嘛会使画迄边啊，所以就咧画鱼啊，今仔日鱼啊，佫青一尾50箍紧来买无买后悔后工佫叫伊讲的时阵，伊为迄边来咧卖菜所以讲真活泼啦。但是口说艺术就是因为你爱伊内底佫唱歌所以到尾国中的部分无，所以国中就朗读、演讲甲理音理行古典诗词的吟唱国中到尾嘛无好，佫写一页。因为我知道遮济，所以即摆讲着讲民间还佫有搭水果啦甲广告，维他露 P 公司足厉害，伊有办迄个搭水果，就是甲全台湾每一县市争2名邀请去，就用搭水果就是甲国语的相声较共，就一个2个安尼安尼一个讲一个通好就真趣味。好，过来就是最近4、5年来迄个林阳敏老师、林永敏老师有甲迄个韩婉老师因有组织伫咧办迄个火金鼓的台语文比赛，伊征文就即是用写他说迄伊页书嘛是用写，伊的方式都有散文、故事甲囡仔诗即马这我无讲伊指导的过程，我拢有指导啦今年嘛。刚摕前3名，转来奖金佫袂少咧好，即摆来讲简单诶指导过程，甲迄个回述咧花絮安怎指导？当然足侪人可能知影就可能有人毋知影。台语演讲比赛古早以前是出3个题目，你爱先拍稿，学生我烦恼学生先拍稿，通常伊拢是用华语诶，因为爱是互伊讲因家己诶想法，亲像讲我上爱运动，着。先讲先写伊爱做啥物运动安怎做做了感觉有啥物较特别的印象？咧鼓励时阵囡仔有当拢会敢若讲着一般例就大家拢安尼做。毋过上重要嘛爱佫讲特例，就是家己特别的例发搭一摆有安怎咧？像讲拍篮球，阮顶摆有一个囡仔拍迄个羊形起开，杨天贤羊形起开，煞伫遐。就马上救护车来所以像这拍球爱注意的拍球拄着啥
啊，运动有拄着啥，迄特别的印象，较深的，就会使提出来讲。啊，就甲修教好，啊，然后就搁爱演讲稿吼，搁爱有足侪用着，因为爱足台语开口，所以爱用着真侪台语的俗言。就爱互囡仔嘛安尼一面就爱逐工来溜来讲迄个俗言吼。好，啊，过来下一页。理因理验部分，我即阵就莫讲啊吼。即摆是讲朗读，朗读就是因为吼有迄语音同语音档吼，啊，所以就来录落来。啊，老师会使听，囡仔嘛会使听。啊，囡仔较袂晓就是连音变调，吼，啊，佮伊的口气，啊，伊的感情的表现，悲伤的啦，欢喜的啦，惊奇的啦，无奈的啦，愤慨的啦，啊，就是爱安尼。啊，通常爱较夸张啦，因为你若讲啊较，因为较平常安尼讲话吼，一般人就听甲平常共款，就较袂迄个啊，袂来听安尼啊吼。好，啊安尼个下一页，我即介绍第一个例就是走去啊，第二个例，第二个有一个目睭有障碍吼，迄个。演讲者就是阮的学生啊，伊吼目睭无迄个立体观念吼，无迄个认知，伊毋知影迄图面安怎观计，伊毋知。啊，伊的题目吼，其中一个讲爱佚佗的所在啦，爱去风景区佚佗，爱介意的风景区。结果我甲问哦，因为伊目睭安尼的关系，拢毋捌出去耍啊。啊，夭寿啊！安尼是要安怎讲出风景真水，伊都拢毋捌去啊。我就去找一寡风景区的相片，甲讲像日月潭，伊迄有潭水，有啥物遮有啥物特色，互伊看。佮带伊去迄个中央新村行，伊就看到中央新村的迄个儿童乐园，足侪囡仔咧耍，耍欢喜的情形，迄风吹，迄头前有迄会堂吼，迄个。中央新村的中兴会堂头前有迄大迄个操场嘛吼，运动场啦，就会使囡仔伫遐放风吹，就看甲足欢喜，感动，转来就较好来介绍讲安怎好耍好耍的所在有啥物特色。过来就是讲我捌买一只迄种做加煎椅啊吼，就是迄折叠椅啊，加煎椅。我想要买迄个，就是伊的题目，即家己栽一丛，较也看别人。我甲囡仔讲，咱要比的时阵，来做一较活泼的吼。即只椅仔拍开，你看要坐就有。结果迄个裁判甲我讲，你毋是咧演戏呢，你是演讲，毋免做甲安尼。所以裁判无一定拢共款标准。佮第二年我看嘛有人早就旧去的，结果裁判讲迄个人安尼足认真的。所以这就是经验啦吼，拄运气安尼。有一个学生啊，足爱耍电脑的吼，结果伊拢袂晓休闲活动啊。讲要拍篮球袂晓拍，毋知要安怎拍讲要爬山伊嘛袂晓。我嘛是带伊着甲同学拍几啊工篮球，伊着较会晓讲。佮有一个较奇怪，来下一张吼，一个袂晓讲台语，毋过英语真好，伊着靠迄个台语音标来朗读，结果哇！伊家己就练甲真认真，音标练起安尼袂歹，毋过连音变调吼，都怪怪。所以我就搁甲讲，你遮爱安怎改者，迄练咧伊嘛是专关第二。今年较困难，就是情景式的迄种演讲，就是抽考了，你才去准备，而且4个图你拢爱讲着，这无法度准备，因为你毋知影要出啥物图。所以这训练就较困难。顶届有一个人，有一个少年人来讲，即马是会搁较困难，搁足侪学生囡仔会搁较无兴趣来练台语，因为这足歹准备的。就讲这你本来就爱会晓讲台语啊，才有法度讲较遮顺安尼。就事实是安怎？事实我顶工敢若有讲过，就是。像我今年指导这情景式的演讲，这个囡仔因阿嬷是咧卖鸡卵糕伫菜市仔，会使讲台语，毋过伊若看到孙仔转来，伊就讲国语啊。伊妈妈袂晓讲台语，所以我讲你甲阿嬷逐工开讲5分钟，伊讲无啊，老师，阮阿嬷看到我拢讲国语，无标准的嘛是爱讲，拢就一直讲国语。所以即马就是台语推萨，
有伊个困难，啊嘛是有伊个迄个嘛有进步啦。啊，即内底无讲到的吼，就是迄个囡仔诗，我紧念一下，因为信涵老师讲迄囡仔诗有特色，麻烦义顺吼找着迄本册，囡仔歌下骹迄个图，有个囡仔的歌诗迄个下骹图吼。嘿，着咧，迄个记得着金针花吼，囡仔诗下骹的图过来吼，迄个还好。批水批啊，有人讲批水批，就是打水漂吼。啊，我这是伫迄个文化局出版迄个，本来是儿童诗是嘛华语的较侪啦吼，但是我内底拢有掺一寡台语的。批水批真趣味，石头一窟一窟去，水面一时搁一时，心情嘛咧念歌诗。批水批真笑花，石头跳过会开花。开了一蕊搁一蕊，囡仔的心嘛开花。吼，啊，这我有讲过吼，就是咱即摆囡仔歌诗，囡仔歌甲囡仔诗已经有足侪综合啊吼，毋是纯粹囡仔诗，啊，毋是纯粹囡仔歌，所以囡仔诗嘛有押韵，就较好听点了个咯。啊，麻烦搁下一面金针花，下一张金针花吼，迄个金针花黄拍拍。咱起来拍一担搁一担金针花点灯火，照着小路，互咱来做伙。啊，这有意象吼，迄金针花黄黄，那敢若是迄这就是用迄譬如嘛吼，比喻法吼。啊，咱起来拍一担搁一担，这是写实。那灯火咧，因为暗暗的时阵，迄黄色是足光咧吼，会使互迄通拖吼，通好来认吼。所以这就是甲金针花做一个比喻，啊，写出囡仔心内，囡仔看到讲，我甲迄个通拖当作家己吼，啊，就有即种的感觉。好，啊，过来即个是念歌，我嘛简单，我本来是要拍3块棒啊，时间袂赴啊，有兴趣的，因会使伫 YouTube， 我有送去，搜寻秀子，我迄个笔名，啊，就是台语，我较紧啊吼，台语念歌吼，来南投好佚佗。来南投好佚佗，佚佗对倒去，好耍好食满满是。心境优美真古锥，雾社风景真正水。玻璃酒通过醉，大大农场花开万万蕊。溪头分刀针，互你万年富贵。日月潭潭水青个水，六国茶清芳嘛无贵。南投薏米一喙煞一喙，来南投好佚佗，有影无？有影无好，安尼到遮结束，歹势时间有较。好，感谢秀基老师啊，吼，这个分享吼，咱看后半段的分享，甲头前半段无完全相像啦，吼，就是咧后半段较讲这个训练其他的部分啦，吼，训练就是除了文学以外，佫有其他的部分，其实。即马伫小学内底啊吼，即个台语教育真多元啦，毋是干那台语课安尼，其实比赛足侪啦，吼，像我有当时会去南投啦、彰化啦，是台中啦，甚至是屏东啦，吼，即一个所在去参加因的迄个台语相关的活动，因逐年拢有办迄个台语的文学比赛，即儿童文学比赛啦，吼，佫有分做。较低年级的、较悬年级的嘛，有分诗啦、囡仔诗啦、散文啦，遐个比赛，嘛有迄种像什么伊雅书，就是一张图内底有图有写字安尼，就是你囡仔家己画图、家己写字安尼，落去比赛算是综合性的。嘛有迄种什么囡仔搭水果比赛啦、演讲比赛啦，或者就是即马其实台湾的小学啊，因为有老师嘛，咱小学已经开课啊，所以有足侪老师伫遐，有足侪老师自然就会想到足侪撇步去教囡仔台语就对啊，所以足精彩、足活泼的。所以刷落来明年开始高中拢开始要开课嘛。咱嘛望讲这就是一个经济压落，就是变成每一间学校拢有至少一个台语老师。对这个高中的台语老师，既然遮侪，有人就有想法嘛，所以因就会当去想这个多元的物件来继续看落。而且其实。大家可能毋知影讲，真侪人可能也毋知影，就是今年开始啊语文竞赛的部分，就是全国语文竞赛迄个演说的部分，以前拢是互大家背稿，
就是讲啊吼，迄个小学生的部分啦，吼，拢是用背啦，就是你稿啊，题目已经拢先互你啊，啊，你著去甲所有题目的稿拢写好，啊，拢背，啊，背起来以后，你到时阵抽到什么题目，你著去你念，去你背啦，背迄个题目，所以真侪甚至是得到全国赛第1名的哦。结果吼，去你领奖的时，迄个有颁奖的人要用台语甲伊讲话吼，伊拢听无，因为伊敢若会晓。背伊家己迄个稿啊，背甲足水啊，迄发音足正，袂输那伊自底就咧讲台语，拢讲台语共款。结果啊吼，去恁领奖的时拢听无人咧问啥，连什么你住伫倒位啦，你什么国小毕业拢听无安尼。啊，所以啊吼，因为安尼啦吼，今年开始，旧年是试验咧，今年开始啊吼。迄个拢演说要改做情景性演说，就是伫现场抽四格图，就是迄四格图的漫画有啊吼，现场抽四格图，啊吼，互你准备一段时间，啊准备了以后，你就去你讲迄四格图，啊讲了以后吼，评审搁轮流问你问题，啊轮流问你问题了后啊吼，安尼才来综合拍你的分数。等于讲你若袂晓台语的吼，你根本无法度。你根本无得去参加这种比赛，因为图是临时抽的，所以啊，过来评审会临时问你问题，啊，你毋知影评审要问什么问题嘛吼，所以安尼吼就较趣味安尼吼。啊，另外一个啊吼，那大人的部分啊吼，大人的部分吼嘛是共款，迄朗读稿啊吼，本地。头拄讲的是演说嘛，即摆讲的是朗读。朗读稿原本啊是拢先互大家炸断，就是要先公布互大家，所以大家拢伫厝里然后准备甲足熟的安尼。啊，其实迄大人安尼吼，老师组、社会组，啊，但是今年开始啊吼，大人的朗读改做临场抽题目，就是你若袂晓台语的书写，你若袂晓看罗马字，袂晓看汉字，你去抽啊吼，你现场抽出来，你就是读袂出来嘛吼，因为袂当炸书典入去。就是你抽题以后，你已经无书典好互你看，所以你就来靠你家己本身的实力就对啊。所以吼，今年开始迄个咱全国赛比赛语文竞赛，迄个题目拢足歪，甚至今年有一个大学生的比赛吼，大学生的组别，今年特别有一个全国的大学生的比赛，第1年举办。伊内底啊吼，以前拢考字音字形啦，字音字形就是汉字写罗马字，罗马字写汉字安尼，迄个字音字形。今年大专组开始啊吼，阮讲啊吼，迄字音字形无趣味啦，就是干那汉字写罗马字，罗马字写汉字，迄上基本。今年改电脑拍字写作文，就是你也会用输入法，你也会晓用输入法，啊现场写一篇文章安尼啊吼，安尼才会当。这是梁光兄进前一直咧提倡的，就是讲啊吼，迄个郑良光先生嘛，伊讲啊吼，就爱会晓输入法，你的台语才会进步啦吼。啊无你靠手写吼，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嘛，电脑时代。所以今年大专组的迄个字音字形无要比，改做比迄个啥拍字来写作文安尼。所以吼有足侪改革的啦，吼有足侪改革的。啊，这是伫录影会当讲的。啊，咱若全部拢结束以后，因为我时间差不多，迄个啥要开放大家问问题啊。那录影结束以后，再来讲袂当讲的改革啊。好，安尼咱接下来吼开放互大家问问题，好无？嘿，来，有大家有啥问题要问要讨论的，拢即马就来请大家发言。